第9课现在式唐达瓦，现在式动词时态，第一人称 ki 月，正在 ki 没，不正在 ki 有热备 ki 读给，正在吗 ？ki 有马热备 ki 敏读给，不正在吗？第二人称 ki 有热 ki 读，正在 ki 有马热 ki 敏读，不正在。ki 月备正在吗 ？ki 美备不正在吗？第三人称 ki 有热 ki 读正在 ki 有马热 ki 敏读不正在 ki 有热备 ki 读给正在吗 ？ki 有马热备 ki 敏读给不正在吗？基本句型1，第一人称我lúc ra chỗ ki 月，我正在去学校。第二人称 Kirang 却错啦，用 ki 没背，你不正在来中心吗？第三人称 Campbell 主语啦，手机有热，堪布正安住在不丹。基本句型2，第一人称硬脆雷嘎切基月，我们正在工作。第二人称 Kirang 脆恰累năng ki 月备，你们正在工作吗？第三人称会被压下撒 ki 有马热，藏人通常不吃鱼肉。例句。唐大 Kirang ki kare năng ki 月，你现在正在做什么？我雷嘎切基月，我正在工作。拉妹 kare năng ki读，上司正在做什么？拉妹 tangger 人内 năng ki读，上司正在为唐卡开光。空翠波罗 green ki 读，他们正在打球。腿巴盲切为压下撒 ki 有马热，西藏人大多不吃鱼。聪明苍妹仁波切接卡卓 ki，会员正去拜见仁波切。